個34歲嘅法國人喺歐洲俾人話該退役啦，轉頭揸住中國車將杜卡迪同川崎都砌低咗。賽後佢講咗一句：我欠張雪一條命，打工仔欠老細一條命，呢條數點計得清？先講兩件事，第一件德比斯嚟上海，卡丁車場跑出咗0.72秒嘅差距，同埋車國內最快嘅後生車手慢咗差唔多1秒。第二件佢第一次喺中國做直播100幾萬嘅打賞，佢1毫子都冇要全數，捐咗俾中國嘅青訓基地。呢兩件事擺喺同一個人身上，你話佢係嚟揾錢定係嚟還債？今日我哋唔急住落結論先，由頭捋一次呢個故事，因為呢件事最詭異嘅地方係佢表面係一盤商業合作，底子裡面卻係一個關於被睇到嘅故事。一個人最絕望嘅時候被另一個人睇到，然後呢兩個被各自世界拋棄嘅人走埋一齊，做咗一件誰都諗唔到嘅事。2026年8月13號，上海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嘅6冠王雅倫丁德比斯人到咗中國，第一件事唔係去外灘吹風，亦唔係去酒店倒時差，而係直接殺入上海國際賽車場隔離嘅卡丁車場。佢喺嗰度同國內最頂尖嘅一群後生卡丁車手跑咗成個下晝，冇表演圈冇讓賽，就係真刀真槍咁刷圈速。跑完之後計時板上面嘅數字擺喺度，佢最快嗰一圈比在場最快嘅國內後生車手快咗0.72秒。記住呢個數字0.72秒喺職業卡丁車領域呢個差距意味住乜嘢？意味住根本唔喺同一個維度。卡丁車嘅圈速通常以毫秒為單位計算，0.72秒換算過嚟就係720毫秒。呢個距離可以塞得入6-7個車身位。一個世界冠軍同國內同組別最快嘅後生仔之間差咗差唔多1秒，呢個係肉眼可見嘅碾壓。更加值得玩味嘅係10年前都有一位忽車手嚟過中國，主辦方都安排咗國內頂尖嘅卡丁車手同佢同場跑。呢個公佈出嚟嘅雙方圈速差距唔到0.2秒。事後大家都明嗰場係一場秀，啲數據係調過嘅，個個都有面。但德比斯呢個0.72秒冇任何人為修飾嘅痕跡。點解咁肯定？因為現場冇安排統一嘅官方計時發佈，幾個在場嘅老車迷自己撳表嘅數據傳開之後，德比斯嘅團隊冇任何人出嚟解釋或者修正，呢樣嘢冇得辦，辦唔到。跟住幾日德比斯嘅行程排到同特種兵拉練一樣，南昌、上海、杭州、成都4城連動。8月中嘅天氣熱到人都唞唔到氣，佢一個歐洲佬竟然全程冇嗌過攰。但真正令圈內人驚訝嘅係，佢將接近一半嘅時間留咗俾非商業環節。喺南昌佢冇去品牌發佈會站台，而係直接出現喺南昌國際賽車場嘅房車體驗區，同本地20個揸住中汽聯 E 級嘅以上賽照嘅業餘車手同場跑咗2節練習賽。喺成都去面向西南地區嘅職業越野摩托車手開設公益指導課，帶咗自己早年嘅訓練筆記，分享濕滑路面控車嘅細節。好多人唔知德比斯嘅職業生涯起點其實唔係公路賽，而係越野摩托車。16歲之前佢都喺參加法國本土嘅越野摩托聯賽。佢帶嚟嘅嗰啲訓練筆記係佢由11歲開始自己手寫嘅法文，寫得歪歪斜斜，但每一頁都有具體嘅彎道數據同身體姿勢標注。過去10年入面嚟話嘅國際頂尖車手唔少過30個，絕大多數人嘅行程被商業需求完全主導，路面時間被贊助商精確到分鐘，邊一刻舉杯，邊一刻合影，邊一刻發社交媒體，全部有晒劇本。德比斯呢趟4城行程特別嘅地方係，佢主動要求將嗰啲冇鏡頭對住嘅環節塞入日程表，呢啲環節冇額外嘅出場費，冇鋪天蓋地嘅曝光，甚至連贊助商嘅新聞稿都係輕輕帶過，但佢就係要做。點解呢一切嘅源頭要拉翻到2年幾前？嗰個冬天2023年底，雅馬哈車隊一紙解約通知掟喺德比斯面前，理由簡單到殘忍：34歲冇培養價值。注意佢唔係跑唔喐，喺2023同2024兩個賽季，佢為雅馬哈穩定貢獻咗14次領獎台成績，其中2024年就有7次，年度車手積分榜排名第4。呢啲數字擺喺任何一個車隊都唔應該係被解約嘅理由，但喺職業賽車呢個殘酷嘅競技場入面，成績從來唔係唯一嘅籌碼，年齡先係嗰度過唔到嘅坎。車隊需要培養更後生、更有潛力嘅車手。一個34歲嘅老將，就算你仲跑到，就算你仲攞到分喺資本嘅算盤入面，都係可以替換嘅零件。但問題係雅馬哈處理呢件事嘅方式，呢次唔係一次得體嘅告別，唔係雙方協商之後嘅和平分手，就係一紙通知一句冇培養價值，好似掟一塊舊抹布咁，隨手就掉呢種冰冷。只有真係經歷過職業體育殘酷面嘅人先會明。一約之後嘅德比斯世界瞬間崩塌，佢四圍揾歐洲車隊幾乎冇人要，佢甚至願意零薪酬參賽，自己貼差旅費，但連咁嘅條件都換唔到一個參賽資格。一個34歲嘅老將喺資本嘅邏輯入面就係負資產，你幾平都好，車隊都唔願意將有限嘅席位嘥喺一個冇未來嘅人身上。佢打電話俾以前合作過嘅幾支車隊，對方嘅回覆出奇地一致：我哋要更後生嘅車手，你唔喺我哋未來嘅規劃入面，呢個唔係錢嘅問題，比冇錢更可怕嘅係你連使錢買個席位嘅資格都冇埋。嗰一年佢到手得9000歐元，9000歐元折合人民幣唔到7萬蚊。一個曾經企喺世界賽場嘅職業車手，年收入唔到7萬人民幣，但呢個仲唔係最得人驚嘅房貸壓喺身上，手機日日被催收短信炸，訓練唔捨得換磨損嚴重嘅輪胎比賽，嗰陣心入面諗嘅唔係點樣攞名次，而係萬一炒咗車維修費邊度嚟？一個職業車手唔敢全力 push， 唔敢喺彎道入面試極限，呢種心理上嘅自我騰割比冇錢更加致命。我俾你個畫面：2023年冬天，德比斯喺法國南部阿爾比屋企嘅車房，將
將自己嗰台訓練用嘅雅馬哈拆完又裝，裝完又拆，唔係檢修，係因為佢俾唔起賽道日嘅費用，只能夠喺屋企摸車。阿爾比係個小鎮，人口唔到5萬，冬天又濕又凍，車房連個暖氣都冇。34歲嘅人坐喺冰冷嘅水泥地上面，成手機油抹唔乾淨，手機屏幕係銀行嘅催款短信。佢話嗰次係佢第一次聞到退役嘅味道，唔係榮耀，退役係窮到退役。一個由11歲就開始揸電單車嘅人，要開始諗唔揸電單車之後，做不呢種絕望外人好難想象。電單車係佢唯一識做嘅事，唯一擅長嘅事，唯一令佢覺得自己仲活着嘅事。你要佢將呢樣嘢攞走，佢個人就完全空晒。嗰個冬天佢數住日子過咗3個月，每一日醒來電話冇新消息，郵箱冇新郵件，冇車隊揾佢，冇經理人打俾佢，世界就好似忘記咗佢一樣。佢後來一次採訪入面話，嗰段時間佢每朝醒來第一件事就係睇銀行餘額，然後計仲撐到幾耐。最慘嘅時候，佢連幫部車換一套新胎都要猶豫2個禮拜。但命運最仆街嘅地方就係佢將你踩落泥凼之後，有時唔係為咗踩死你，而係為咗等你跳得更高。喺德比斯已經準備執包袱返老家，徹底告別賽車生涯嘅時候，一個來自中國嘅電話打咗入嚟，一個成立唔夠2年，喺歐洲人眼中連個名都讀唔順嘅品牌張雪機車向佢伸出咗手。嗰個電話嘅具體內容冇公開過，但德比斯後來喺一次直播入面零星提過一啲細節。佢話打電話嚟嘅唔係經理人，亦唔係翻譯，係張雪本人。張雪嘅中文佢一個字都聽唔明，但張雪嗰邊揾咗個翻譯，一句一句傳話，成個通話唔到20分鐘，張雪淨係講咗3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我睇過你嘅比賽，知你仲跑到。第2個意思，我有一部車想俾你試試。第3個意思，年薪14萬歐元，你覺得得合同馬上寄。德比斯當場就應承咗，冇第2通電話，冇討價還價。好多年後有人問佢點解簽得咁快，佢話當一個就快浸死嘅人見到一隻手伸過嚟嘅時候，你唔會問嗰隻手乾唔乾淨。14萬歐元，好多人對呢個數字冇概念。喺 WSBK 嘅圍牆入面，呢個算咩水平？頂級車手嘅稅銀，雅馬哈、杜卡迪嗰啲大廠嘅車手，年薪幾十萬上百萬歐元嘅大有人在。14萬喺入面就係個中下游嘅數字，但德比斯心入面比任何人都清楚，14萬對佢意味住乜嘢係佢前1年收入嘅16倍。呢筆錢直接幫佢還清晒所有欠款，等佢從催收短信嘅陰霾入面掙脫出嚟，重新可以專心訓練同比賽。更加重要嘅係有人願意俾佢一份合同，呢件事本身比錢仲要1萬倍，嗰意味住仲有人信佢跑道，仲有人覺得佢有培養價值。呢個就要講到張雪呢個人喺機車圈，張雪嘅經歷本身就係一個傳奇。14歲輟學喺修理鋪入面摸爬滾打，靠聽聲就判斷到發動機邊度出問題，蒙住眼就拆得掂發動機。佢創業失敗過，借款記錄寫滿咗成個簿，但佢硬係由一個修車少年一步一步行到今日自然3缸發動機，創立張雪機車，帶住中國品牌殺入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張雪太明嗰種從泥濘入面掙扎起身嘅滋味，佢自己就係由最底層一步一步艱難咁打拼上嚟嘅。佢知咩叫人哋睇唔起，咩叫人哋話你唔配，所以佢見到德比斯嘅時候，見到嘅唔係一個被雅馬哈淘汰嘅老將，佢見到嘅係一塊鏡，一個被全世界認為唔得嘅人，手入面仲有冇火種。張雪賭嘅係有佢賭嘅係一個34歲嘅老將，心入面嗰團火仲未熄，佢只係需要一個舞台，需要有人遞一串鎖匙俾佢。德比斯都一樣，16歲攞法國冠軍嘅天才少年，卻喺 Moto 熬咗幾年顆粒無收之後，10年輾轉於歐洲 Moto 錦標賽、法國超級運動錦標賽同美國 Moto America 錦標賽。2022年之前，佢10年入面淨係跑咗24場比賽，係隨時可以被人替換嘅備胎車手。佢經歷過太多次你唔得嘅評價，太多次被人滲喺門外嘅滋味。呢兩個人骨子入面係同一類人，都係被主流體系篩選走嘅不合物品，所以佢哋之間嘅合作有一種外人睇唔明嘅默契，唔使太多言語就明對方心入面裝住啲乜。但撇開情感層面，呢件事喺商業上都係一部極其精妙嘅棋。好多人唔知一個細節，德比斯簽約嘅實體並非張雪機車本身，而係意大利伊凡兄弟車隊。呢支車隊2012年成立，深耕世界摩托賽事多年，8年拎咗41場勝利，上百次企領獎台。佢哋唔介意俾8萬歐元違約金同雅馬哈提前解約，轉頭同啱啱起步嘅張雪機車組建聯名隊，分工極度清晰。張雪機車負責贊助研發提供自然賽車，意大利車隊負責運營管理調校賽場執行。呢種借船出海嘅模式，對於一個成立緊1年毫無國際賽事經驗嘅品牌嚟講，係快速積累經驗、少走彎路嘅教科書級操作。張雪唔係傻嘅，佢簽德比斯唔係因為同情，至少唔完全係佢需要嘅係一個世界頂級嘅車手去驗證佢部車，一部賽車喺風洞實驗室入面吹1000個鐘，不如喺賽道上面俾一個世界冠軍全力 push 3圈。只有等德比斯呢個級別嘅人去揸，你先知道部車嘅極限喺邊度，彎道入面嘅抓地力夠唔夠，發動機嘅動力輸出喺乜嘢轉速區間會出現斷檔，呢啲數據係任何實驗室都俾唔到嘅，所以佢俾德比斯14萬歐元年薪。呢筆錢買嘅係經驗、係數據、係時間窗口，而德比斯俾張雪嘅回報係6座分站冠軍獎杯，係一個中國品牌由0到1嘅歷史性突破。呢條數兩邊都唔蝕好，咁我哋繼續睇落去。2026年賽季，德比斯揸住張雪機車嘅820 RRS 賽車，喺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嘅賽場上面做咗一件所有人都唔敢信嘅事。賽季嘅開局就注定唔簡單。2026年3月，葡萄牙站
站張雪機車隊史首秀德比斯喺排位賽就刷出全場最快，圈速正賽更加係一騎絕塵，以接近4秒嘅優勢衝過終點線。喺呢個通常以0點幾秒甚至0.0幾秒決勝負嘅運動入面，4秒係一個不可思議嘅差距。佢包辦咗葡萄牙站2個回合嘅冠軍，創造咗中國摩托車品牌喺 WSBK 賽事嘅歷史首冠。嗰一刻，中國國旗第一次喺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嘅最高領獎台上面飄揚。現場嘅中國機械師抱住個頭喊德比斯企喺領獎台上面，將香檳淋喺自己頭上，下面係杜卡迪同川崎嘅人一臉懵嘅表情。但呢個只係開始，隨住匈牙利站，德比斯喺最後一圈上演精彩逆轉好戲，連過2逆轉奪捷克站。佢繼葡萄牙站之後，本賽季第2次實現單站2回合全勝。去到2026年6月13日，艾米利亞羅馬涅站，德比斯以第3位發車喺最後一個彎道完成極限絕殺，一舉奪得賽季第6冠。呢一戰之後，佢以188分升上車手，積分榜第2位，超越西班牙車手馬西亞。張雪機車以190分繼續排喺製造商積分榜第3，6座分站冠軍嘅具體分佈係葡萄牙2冠、匈牙利1冠、捷克2冠、艾米利亞羅馬涅1冠。一個34歲嘅老將，一個成立唔夠2年嘅中國品牌，喺 WSBK 呢個被歐洲同日本品牌壟斷咗幾十年嘅賽場上面，硬生生撕開咗一道缺口。更加令人震撼嘅係，張雪機車嘅勝利唔係靠僥倖，而係硬實力嘅碾壓。喺嗰場艾米利亞羅馬涅站，根據 WSBK 嘅競賽規則，為咗平衡各車隊機車嘅性能差距，賽事方會對表現太過優異嘅機車進行性能限制。本站比賽，張雪機車嘅820R 賽車節氣門開度被限制喺85%，而對手普遍享有92%以上嘅比例。呢個意味住張雪機車喺直道尾速上冇任何優勢，但直道上面被杜卡迪同川崎拉開係好平常嘅事。但德比斯硬係靠住彎道超車性能同精準嘅技戰術，喺最後一個彎道完成絕殺。講白啲就係喺人哋被你逼到必須喺直道同你拼尾速嘅時候，你喺彎道入面將佢哋全部搞掂。賽後德比斯講咗一句：比賽競爭非常激烈，想奪冠唔容易，必須為此付出好多努力。隨住比賽不斷進行，我哋越嚟越熟悉呢部賽車，我非常享受揸呢部賽車，感覺好舒服。佢話好舒服，一個被雅馬哈以冇培養價值為由掃地出門嘅人揸住一部中國做嘅車話好舒服。呢句話背後有幾多情緒，只有佢自己知。由草根車隊到網紅機車，由被知名車隊放棄嘅無名老將到單賽季6次企上最高領獎台嘅戰神德比斯同張雪機車共同書寫咗一段草根逆襲嘅傳奇。葡萄牙站嘅首秀雙冠為中國摩托車品牌贏得咗世界頂級賽事嘅歷史首冠。意大利站嘅最後一圈絕殺令全世界記住咗53號賽車同嗰面喺領獎台上面飄揚嘅5星紅旗。一個法國人揸住中國車，將曾經拋棄佢嘅嗰啲對手一個一個咁甩喺身後。呢個唔係復仇，呢個係一個關於尊嚴嘅故事。好，到呢度你可能覺得個故事已經夠完整，逆襲有咗冠軍，有咗商業成功都有咗，但真正令我覺得呢件事唔一樣嘅係賽場之外發生嘅嗰啲事。2026年5月21號夜晚，德比斯喺中國嘅社交平台上面開啟咗佢首次直播。嗰陣時佢已經喺葡萄牙同匈牙利站攞咗3個分站冠軍，喺中國機車圈嘅人氣勁到爆。直播1個幾鐘湧入超過370萬網友特效禮物，洗版大額打賞超過100萬人民幣，所有人都以為呢位世界冠軍要滿載而歸，100萬人仔打喺邊個手都唔係細數目，夠佢買幾部新車。點知德比斯透過翻譯講咗一句：呢筆錢佢唔要，全部要交俾佢嘅中國老闆。張雪掟入一個喺長沙搞嘅摩托車少年訓練隊，唔係象徵式捐一部分，係整筆唔要錢，直接匯入青訓賬戶。用張雪機車5月11號官宣嘅無條件資助海報對得埋呢一幕，令無數中國車迷感動到起雞皮。德比斯係邊個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嘅現役冠軍？2026年賽季啱啱過咗一半，佢已經為中國品牌張雪機車攞咗5個分站冠軍，佢根本唔差呢一筆打賞錢。佢咁做係為乜？答案就喺佢老闆張雪身上。就喺呢場直播大約10日之前，張雪啱啱對外嗌咗個話，要啟動一個無條件青訓計劃。佢每年由自己褲袋入面掏100萬，專門資助嗰啲11到16歲喺國際比賽有啲成績嘅中國小車手。呢筆錢用嚟俾訓練費、買裝備嘅出國比賽，而且唔附加任何條件，唔使細路以後一定要幫佢代言，一定要幫佢跑比賽。張雪以前俾人問過點解唔用中國車手，佢答得好直接，唔係唔想用，係我哋自己嘅車手暫時仲跑得唔夠快，缺嘅係由細到大嘅訓練體系同比賽機會。佢想自己搭個台俾有潛力嘅細路一條行得上去嘅路。德比斯顯然睇得明老闆呢份赤誠，佢知張雪心入面最記掛嘅就係長沙嗰個訓練基地同明年送細路出去比賽嘅計劃。所以當中國車迷用拆禮物嘅方式表達對佢嘅喜愛時，佢幾乎冇點諗，就令呢股熱錢流咗去老闆最想灌溉嘅嗰片土地。呢筆錢將來會變成好具體嘅嘢，小車手們身上合身嘅訓練衫，訓練場上面需要修補嘅一段跑道，
導，由外國請嚟嘅專業教練幾個月嘅人工，佢會實實在在咁落喺嗰啲可能好有天分，但屋企負擔唔起訓練費用嘅中國細路身上。亦都係喺嗰場直播前後，關於14萬歐元年薪係咪壓榨嘅爭議被人再次翻出嚟，幾千條留言逼爆張雪機車嘅賬號，話張雪壓價，話佢喺度執死雞，話用低價壓榨，扭將來幫自己品牌鍍金，罵聲徹底冚過晒歡呼聲。張雪本人全程沉默冇解釋，冇公關，一個字都冇講。呢一次企出嚟講嘢嘅係德比斯本人，佢喺直播入面講得非常直白。簽約張雪機車之前，佢嘅職業生涯基本就快玩完，14萬歐元嘅年薪對佢嚟講根本唔係被壓榨，係救命嘅機會。佢講呢番話嘅時候冇任何煽情，冇任何表演，就喺度陳述一個事實，一個被全世界拋棄嘅人，有人願意拉佢一把，呢樣嘢比幾多錢都重要。佢仲講咗一句，喺雅馬哈我只係一個數字，喺張雪機車我係一個人。呢番話講完之後，所有質疑聲靜晒，觀眾喺心裏面完成咗一個原來我怪錯張雪嘅情緒轉彎，而呢種轉向比任何官方聲明都有力100倍。但更加令我覺得有意思嘅係德比斯對待報恩呢件事嘅方式，佢唔係嗰種口講多謝老細然後交足貨就算嘅類型，佢報恩嘅方式非常具體，非常硬淨，佢將自己嘅經驗同手藝實實在在地傳落去。2026年8月下休期，德比斯飛越半個地球落到中國。除咗頭先講嘅嗰啲行程安排，仲有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別深。喺杭州，佢坐入國內廠商最新發布嘅純電動原型賽車，完成首次公開試駕。呢款車之前嘅所有測試數據都只掌握喺廠商工程師手入面，從來冇邀請過國際頂尖車手進行動態評測。佢跑完3節測試之後，喺採訪入面冇任何場面，話直接點出咗車輛喺出彎動力輸出上面嘅調校短板。嗰個評價後來被廠商嘅技術負責人私下確認，同佢哋內部上千公里測試得出嘅結論完全一致。一個外籍車手第一次揸一部中國電車跑咗幾圈，就精準定位到工程師團隊搞咗幾個月都未完全解決嘅問題所在。呢個就係世界冠軍同普通人之間嘅差距。德比斯唔係嚟做 show 嘅，佢係真係喺度教，真係喺度傳。仲有一件事，佢喺上海面對記者提問嘅時候，正面回應咗張雪5月份嗌嘅嗰句話。張雪當時話希望德比斯可以幫手培養下一代中國車手，自己願意同佢養老。呢句話當時引發咗好大嘅討論，有人覺得係張雪一廂情願嘅綁架，有人覺得一個法國冠軍憑乜嘢幫你培養中國細路，爭議喺網上發酵咗好幾個月。德比斯一直冇公開回應，直到佢踏足中國嘅土地，面對記者嘅提問，佢答得乾脆利落，好樂意幫手。佢話見到中國好多後生車手同青訓學校真係好正。隨後佢講咗一段令在場所有人印象深刻嘅話：中國製造商眾多，渴望擁有中國車手，中國後生仔未來企上世界舞台嘅機會好大。佢甚至企喺一個後生仔嘅角度補充咗一句：如果我係一個年輕嘅中國車手，我嘅鬥志同動力一定非常強大。呢句唔係一句客套嘅場面，話德比斯唔單止表明態度，仲俾出咗非常具體可行嘅建議。佢話中國嘅後生車手應該先去歐洲參加1-2場比賽，親眼睇下嗰度嘅水平，再翻到中國，咁就可以清晰咁知道自己要達到乜嘢目標。呢番話嘅份量，只有真正經歷過世界頂級賽事殘酷競爭嘅人先講得出。佢知歐洲賽場係點樣，佢亦知中國車手缺嘅係乜嘢，唔係天分，唔係努力，而係對世界級呢3個字嘅真實感知。未見過世界級點成為世界級，而呢個正正係張雪做緊嘅另一件事。2026年5月，張雪宣布無條件資助國內青少年車手。隨後佢進一步同重慶體育基金會達成合作，由張雪機車向基金會捐贈100萬，正式設立張雪機車小車手培育專項基金。2026年8月8號，張雪機車正式官宣咗呢個專項基金每年捐贈100萬，定向資助11至16歲嘅中國青少年摩托車手，每人每年可獲10萬到30萬，首批計劃資助5到10人。另外，青梅酒品牌梅健都同步捐贈100萬，首年基金池總額達到200萬。呢個唔係一個倉促上馬嘅項目。張雪觀察國內青少年賽車手好多年，佢太清楚問題出喺邊度，訓練費用高，參賽機會少，國際賽事經驗匱乏。佢想用一種制度化嘅方式去系統性扶持青少年車手成長，而唔係零散式隨緣式嘅幫補。根據已公布嘅執行細則，基金首批計劃遴選5到10名具備潛力嘅小車手，資金覆蓋專業訓練、高階裝備採購、國際賽事報名及海外集訓等核心環節，培養週期1到3年，力爭喺未來3年內累計資助15到30名車手，並推動至少2個人登上國際賽事領獎台。張雪機車強調呢個計劃屬於純公益性質嘅資助，而非商業贊助，不求任何商業回報。張雪本人曾經公開表示，培養中國車手不求任何回報。如果一定要講訴求，佢希望中國人攞咗世界冠軍翻嚟，再帶下一批小朋友，慢慢咁中國車手可以有傳承。張雪呢個操作擺喺任何商學院案例入面都解釋，唔通每年200萬掟落去，唔簽長約，唔捆綁代言，唔使細路以後幫佢賣車。你係投資者，你第一個跳起身反對你嘅 RY 喺邊度？你嘅退出機制係點？你有冇簽排他性條款？但張雪講咗一句，令所有質疑嘅人靜晒。如果一定要有回報，我希望中國人攞咗世界冠軍翻嚟，再帶下一批小朋友。呢個唔係商業邏輯，呢個係傳承邏輯。佢計嘅唔係3到5年嘅賬，計嘅係20年嘅賬。而德比斯嘅加入令呢件事有咗更大嘅想象空間。一個世界冠軍願意將自己嘅經驗傳俾中國細路，一個中國老闆願意每年掟200萬俾細路鋪路。呢條數
度計落去，中國機車未來嘅輪廓正喺度一點點變得清晰。德比斯仲鄭重承諾，等2026年10到11月本賽季結束之後，佢會用仲有啲生疏嘅中文同車迷交流，並親手指導青訓營入面細路嘅訓練。呢種直播打賞直接變成青訓經費嘅模式，好似一條短路，直接將網絡上沸騰嘅熱情引向線下最需要資金嘅土壤。一個法國世界冠軍將自己喺中國賺到嘅第一筆網紅錢1毫子都唔留咁掟落中國細路嘅賽車夢入面。呢件事嘅意義已經超越咗簡單嘅知恩圖報。張雪嘅思路越嚟越清晰，中國機車要企喺世界賽場，唔係靠一個冠軍車手就搞得掂，靠嘅係國人嘅產品、完善嘅青訓，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德比斯嘅到訪係開端，唔係結束。德比斯離開上海嗰日喺機場發咗一條社交媒體，就一張相，係卡丁車場嗰塊計時版嘅特寫，上面有佢最快嗰一圈嘅時間，配文得4個漢字，係人哋幫佢打嘅歪歪斜斜，但意思清楚，值得再來。最後講翻德比斯自己，佢喺上海嗰次採訪入面，俾人問到一個非常尖銳嘅問題，有記者問佢：張雪同張雪機車係你職業生涯入面嘅拯救者嗎？你點睇呢種講法？呢個問題其實暗含住一個潛台詞，你係咪因為收咗錢先講好說話？你係咪只係感恩戴德德比斯嘅回答令所有人靜咗落嚟？佢話自己同張雪都係由最底層一步一步艱難咁打拼，最終憑實力企上咗頂峰。正係呢種相似嘅精神，令佢哋之間相處十分融洽。記者追問：如果冇遇到張雪會點？佢唔係講我唔會達到今日嘅高度。呢類套話佢沉默咗一下，話我唔係魔術師。呢種假設嘅事情真係好難答。呢句話聽落好平淡，但細嚼之下你會聽到一種後怕，係一種經歷過至暗時刻嘅人唔敢回頭望嗰條冇行到嘅路係點樣嘅本能恐懼。一個被世界拋棄嘅人喺就快沉底嘅時候，有人伸手拉咗一把，呢個人救咗佢嘅職業生涯，亦救咗佢嘅人生。兩個由底層爬起身嘅人，唔使太多言語就明對方心入面裝住啲乜。張雪心入面裝嘅係中國機車，可唔可以企喺世界舞台中央？德比斯心入面裝嘅係一個被世界拋棄嘅老將，可唔可以用最後幾年證明自己仲有價值？佢哋相遇咗，然後一齊做咗一件邊個都唔敢諗嘅事。德比斯喺採訪入面仲講咗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佢話佢同張雪之間嘅相處十分融洽。呢句話擺喺普通嘅商業合作入面好尋常，但擺喺佢哋兩個身上，意思完全唔同，係兩個由泥凼入面爬出嚟嘅人之間嘅理解。張雪理解德比斯點解34歲仲敢搏命，德比斯理解張雪點解願意掟錢養一班同佢冇合同關係嘅細路。佢哋都經歷過嗰種隨時可能被淘汰嘅恐懼，都體會過由泥濘中掙扎企起身嘅滋味，所以佢哋都明一個樸素嘅道理：你拉我一把，我拉後面嘅人一把，呢件事先可以傳得落去。呢個大概就係點解德比斯喺上海卡丁車場跑完嗰0.72秒之後冇去慶祝，而係留低逐個同啲後生車手講走線。呢個大概亦係點解張雪喺德比斯攞到第6冠之後冇發任何慶祝嘅社交媒體，佢淨係喺朋友圈發咗一句後面嘅人跟住上。所以翻到開頭嗰個問題，你話德比斯係嚟揾錢定係嚟還債？我覺得都唔啱。佢係嚟傳遞一樣嘢，嗰樣嘢叫唔好放棄。當年張雪冇放棄，佢而家佢冇放棄中國嘅後生仔。呢件事就係咁傳落去。當中國嘅後生車手有一日揸住中國車攞住世界冠軍翻嚟嘅時候，大家會記得2026年嘅嗰個夏天，一個法國人同一個中國老闆喺上海嘅卡丁車場邊，喺直播嘅打賞入面，喺長沙青訓基地嘅掃簿上面一齊埋下咗種子。最後我自己嘅感覺，我一直想唔通一個問題：德比斯呢種被生存壓力逼出嚟嘅嘢，路子經驗同青訓基地嗰種用錢堆出嚟嘅規範化體系，到底邊條路更容易養出世界冠軍？或者講呢兩件事本質上就夾唔埋，一種靠生存本能驅動，一種靠資源餵養鋪路。你係相信一個人喺絕境入面爆發嘅嘢更加有力量，定係相信由細用最好嘅裝備、最好嘅教練、最好嘅賽道，偉大嘅細路更加行得遠？我個人其實覺得呢件事冇標準答案，野性出奇蹟，但規範出穩定。最理想嘅狀態係兩樣都有，但現實往往係我哋只可以揸住一頭，你企邊邊評論區傾傾偈。我係你哋嘅深度解釋者。呢期節目對你有啟發嘅話，點個讚，留個言，順手訂個月。我哋下期再見。